很多事情往往是后来透过别人才知道，越知道越心疼，越知道越怕。原来现在会发生都是因为过去，所有结果一定有原因。知道错误要时时反省自己，虽然事事没办法十全十美，但如果能够这样也算离道不远，得到了安慰。感谢观世音菩萨众神佛加持，感恩基督圣母疼爱，感激祖先的庇佑，以及多谢所有有缘众生和熟悉朋友，一直维持到现在此时。做这代志往往是路会透过别人才知，愈了解愈心痛，愈知嘛愈惊。原来现在会发生，拢是因为过去，所有结果一定有原因。知影错误爱时时反省自己，虽然世事无办法十全十美，但若会当安尼嘛顺利，就望得了安慰。感谢观世音菩萨众神佛加持，感恩基督圣母正堂，感谢祖先的保庇，以及多谢所有有缘众生甲熟悉朋友，一直维持到现此时。